兒童戲劇可分為 for 及 by children 的兩個劇場創作的動機範疇，就是表演給兒童觀賞的劇場及由兒童擔當的表演。當然也會從 for 衍生出 to 的商業作品及 can 的合家歡節目，也從 by 衍生出 with 的成人與兒童演員的混合表演節目。動機不影響作品的內容及成績，關鍵是如何尊重兒童的存在。從0至3歲到3至8或3至10歲、8至12歲、12至15歲到15至18歲的觀眾，每個階段的心理狀態都不同，需要及興趣都不一樣，不是沒有作品可以跨越所有年齡層，只是絕不容易。To 及 can 的兒童劇場作品由於希望涵蓋更大範圍，所以創作難度更高，失敗率亦較大。而以兒童為表演者的舞台，年齡階層更為複雜，對他們的氣質及心理掌握更為重要。大陸在 by 兒童方面比香港容易的原因，是因社會文化中非常接受揀與被揀的挑戰與後果，樂於被揀，亦願意接受失敗的經驗，所以他們的成功很多時候不在過程，是在開始揀選的部分。有得揀，導演才是大老闆，但這可能絕對不是真正的教育。構成一出優良的兒童文學，按香港著名兒童文藝作家何子先生的講法，就是必須具備以下特質，分別是童真、趣味、幻想、好奇、美感、情緒、經驗、品格與價值觀。這些特質在兒童戲劇舞台上也必須存在，無論是 for 及 by 兒童的舞台作品。在稍後第3集的短片當中，就會詳盡與大家分析這些問題。今次一套4集短片，主要是向老師及家長分享及介紹如何與小朋友進行排練，同時達到教育及優良的兒童文藝的藝術要求。對於家長及老師而言，基礎部分還是需要首先在第1集與大家分享的內容。第一個要家長及老師認識的就是戲劇的分段及其在戲劇當中所扮演的功能。當然，首先介紹就是起舞台表演的開始，引起觀眾興趣，定調講故事的方式，介紹角色與環境。對於任何有語文教育基礎的老師而言，文章必須具備起、承、轉、合，應該不是什麼大難題。起初不單是表演的引入部分，用作引起觀眾興趣，同時更是老師及家長與孩子排練過程的開端。所以序幕在兒童劇不是獨立的遊戲活動，不是戲劇文本結構中角色及環境介紹部分，而是使小演員與觀眾取得與戲劇內容思想聯繫的切入過程，建立欣賞及了解故事的規律與預備，為戲劇發展帶來開啟隱喻的鎖匙，建立想像力去理解信息，也讓小演員堅持到結尾。近年港、台及內地兒童戲劇工作者已經知道，排練戲劇之先，必須要加入戲劇遊戲，使孩子通過玩遊戲消除緊張，放鬆心情。但很多時候因概念誤差而着墨過重，沒有點到即止。進入開啟戲劇表演內容的業務時，孩子從頭到尾在排練只喜歡玩，沒法安靜進入集體戲劇表演活動上，需要收網進行表演關鍵時刻，指導老師只能突然變臉，進入軍法統治的操練當中。戲劇遊戲作為起初的重要技術，應該分成幾個步驟進行。首先，第一步就是解放孩子的感官及動作能力，例如停動作、節奏步行、情緒變、動物變。還有就是聲音在哪裏，物件在哪裏，身體感官外，
協作當然很重要，身體猜拳、身體1、2、3、鏡子由集體到2人小組，最後到故事動作鏡子。有了這個基礎，第2步就是講故事。講故事老師示範開始，先由純粹用感情、語氣講故事，到出入戲扮演角色，最後到各同學進行小組合作講故事比賽。可以運用旁述默劇、故事接龍、身體與聲音的全動作、故事棒、環境合唱團、啦啦隊動作、肢體動作天氣報告、身體聲音全動作的漸變版，最後就是身體聲音轉動作擴音版，就是1傳2、2傳4，同一句說話語氣、動作有越來越難的變化。有了表達故事與動作的結合，就成為表演的雛形。如果是初次接觸戲劇，又沒有甄選精英的班組，這可能就是他們第1學年表演的最後成果。這些活動如果由老師掌握，很多時候會比藝術家進入班房效果更佳。承接是角色與故事情節的發展，不但是表演時向觀眾的引述，同時亦是戲劇排練的重要轉折過程。這一部分的關鍵教育意義就是一個小朋友用同理心進入別人世界的經驗。即興角色扮演遊戲、困難情景的遭遇扮演、面對相同環境的不同處理，正是孩子的角色學習。如果再加上戲劇扮演中的思路追蹤、替身、角色的性格、形象，就會更豐富。有了角色，就是環境與場景的創作。大部分學校都會比較喜歡用 video wall 及運用簡約劇場的幾張椅子的不斷改變來做佈景、道具，這些都是不錯的選擇。但若要全人參與，用孩子的身體通過砌物件遊戲的訓練及創造空間的實踐，使協作能力更加鞏固，參與人數更全面，而且更有創意。當然，指導老師在編排空間時，必須已經考慮到可以由孩子創造的空間，用肢體可以豐富參與的步驟。如果是用戲偶、皮影，而非演員以身體進行的表演，例如音樂劇、默劇、話劇、舞劇及故事劇場，在這階段就要在角色與環境創造的過程，加入戲偶與影偶製作部分。這個時候指導老師就要吸收更多製作戲偶的技術，或者收購更多現成戲偶進行創作。用戲偶在幼稚園方面特別好。3隻小豬的故事不一定是3隻小豬，可以是任何3隻動物。狼來了可以是老虎來了，牧童可以是小狗、小貓，小紅帽可以是紅帽小兔子。任何平衡替代方案都能幫助孩子盡快進入劇場。高潮所在就是轉變，就是矛盾與衝突高峰、峰迴路轉的所在位置。如果不只是觀眾看到的轉換，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逆轉。轉換就是孩子參與劇本創作的重要階段，也是戲劇對孩子貢獻最大的部分。創新結局讓小朋友分組討論，各自進行。現今還可以學習用 AI 幫助，分別有很多不同的結局，也是不錯的選擇。試想一下，如果白雪公主有5、6個結局，同時在舞台呈現，將會是何等美妙的一個演出。當然，孩子技術已經成熟之後，第2集短片中分享的故事創作多個不同模式，對孩子從事創作就很有幫助，而且也是他們在未來人生路程中解決困難的種種啟示。就算是以兒童表演為主的戲劇，觀眾大部分也是兒童，所以其價值觀亦應該與專業兒童劇沒有差別。所以結局必須符合兒童文藝的重要特質。這部分會在第3集與大家全面分享。合上常被認定就是結局，
就是表演與故事的結束。表演雖然結束，但可以為故事留一條尾巴，讓觀眾可參與創作。因為成人已經建立邏輯推理能力，但孩子還未完備。戲劇帶給他們的一切，可能都是全新事物，要他們充分認同及受感染，而非只是知道是什麼就可以。心中留下隱喻及開啟的鎖匙，無論對觀眾及小演員都變得十分重要。切記，舞台謝幕只像人生某一個段落的暫停鍵，特別是在兒童劇場，因為年輕觀眾與演員會有接連不斷的事情擦身而過，所以無論 for 或 by 兒童劇場，最佳的方法合上不是故事的結束，只是觀眾在劇場中特定情緒的終結、矛盾與困惑的克服，但開啟觀眾對角色的認同，殘留在心中隱喻信息的烙印。人生的奇妙旅程才剛剛開始。很多人就會問，這麼多的資訊，這麼多的技術，如何能找到更多詳細資料？答案就在明日藝術教育機構官網中的副網站 Kids Theatre 及機構的明日藝術教育機構的 YouTube 頻道中。Kids Theatre 中有1000多篇文字資料， YouTube 中有300多條短片，從理論、評論、遊戲介紹、戲偶影偶製作。如果這些資料庫就是中藥藥鋪的百子櫃，這篇文章就是中醫的藥單。